宜兰展杯雅以今年7月28开始，台南筹办 U12 消棒比赛，以及10月份总经费5亿的转运会，预计到明年台南400以台湾灯会登场等大代志。宜兰强调，这拢是带动台南经济效益，加提升城市行销的重要活动。不过，到底市府敢准备好势？市长，你们争取到，我咧问讲，你对这活动未来？你想要互伊带动台南市的环境是啥？你无讲呢？其实你讲的很重要，就是不是为办活动而办活动，是为了说，第一个整个城市要进步要提升，第二个台南400可能就是一个值得纪念，好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印象的一个里程碑。台南300年的时候，我们都还没出生；台南500年的时候，我们都不在了。所以刚好光逢其盛，碰到台南400年，因此呢，我们才要用种种的活动来烘托，来能够让更多的市民甚至全国的民众都记得这一点，记得这一年。市长讲到城市行销，不过议员进一步质疑，不管U12转运会等系列活动，到大也无看到实体行销，和市民无感受任何比赛气氛，到底是人力还是经费不足？要求体育局检讨改善。台南市咱办这一大型活动是咱的骄傲，要提升咱台南市知名度，互全国知影咱的特色是啥，互全世界知台南市是偌优秀。结果呢，我无看到。我每天从我的服务处到我们议会规抓咯，体育场是我们的指标，运动指标，我无看到上面都没有看到。在我们的高铁站、在我们的火车站内底都无看到上面。我们7月份就要开始。7月份要开始。对。台南拄着转运会以及400档的难得盛会，这活动并城市行销，全民拢在看。但新闻，阮是张硕维采访报道。